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我係嚟讓大家讀啲呢新年嘅開始咧，所以天氣咪慢慢的下涼咧，所以大家會加做到衫咯。韓國唔單唱安樣嘅啊，其實當到嘅調兒咪會特別為背到呢個台灣國黨，所以咪要當到嘅調兒就得來欣賞。唔過你下生態環境見來見變，你種嘅調兒咪見來見少咧。基本應用會分享安樣嘅生態嘅議題咯，介紹認為呢福氣來咧嘅好朋友青樹義先生要帶來佢最新嘅生態通化嘅主題，韓國呢一本書來撈大家分享了。所以呢本都要嘛嘅sen詞韓國當創造嘅議題來分享咯，大家都分享呢今日節目啲都繞搶到嘅來賓，是係呢個兒童作家青樹義先生，歡迎。大家好，又來到大家見面咧嚇，兩擺介紹嘅新書呢係一本童話。要到動物有關係嘅童話，係呢一本書按做摩基，係，因為知道奇怪嘛，個東西，乜個按到摩基啊，你翻開來，還有四隻故事。摩強用嘅名係按做特片嘅主題係麼？第一篇按到摩基，即係會嗌上嘅先來分享呢一本書得到呢個年度通話獎，今年非常恭喜先生。摩基兩隻，係摩基兩隻故事。韓國嗌看到摩基嘅世界，嗌會知道很沉重的感覺。嗌話到係因為到動物的語氣格調沒有語氣的感覺，唔過看睇完全唔係安樣嘅，所以先生嘅家老你分享。其實你兩隻故事啲本讀啊，佢就四隻故兩本書啲本讀就四隻故事。第一隻按到摩基，第二隻按到兩腳，兩隻嘅兩腳，兩隻腳嘅意思啦。嚇，第三隻故事按到摩妹後，妹啊，後就妹嘛，我哋後係摩妹後。係，第四隻故事按到板板呢，係，因為知道很奇怪哦，到底嘅係乜嘅東西咯？啊，所以我哋下來個立中講啊，老師你講緊摩基本來以為係講人類耳是魚翅，啊，那啲係烏基全部割開，可是唔係，摩基講係馬莎咯，是係animal人類，係，你啲主角係大翅鯨，係鯨魚，動態。其實佢就唔係講按到佢係哺乳動物，佢到你可能係胎生，佢唔係講上一隻卵哈出來孵化，佢係一生下來是係小鯨魚，佢係胎生，佢唔係魚類。佢嘅主角叫做大翅鯨，我從大翅鯨的視角假裝我係一條大翅鯨，我來看人類。當奇怪呢，佢都唔會抽水啊，唔敢來海啲位度來，係來嘅世界就奇怪嘅東西會載起來。冇錯，兩條生物哈，摩基係就四條肉柱子，上面的漢堡豆尾端會分成5隻，很奇怪嘅動物呢，所以我知道大翅鯨可能會向你人類按到摩基。所以是用動物的視角去列出這4篇。對，所以例如你係冇看過兩本書，我係來考你。第二隻故事按到兩隻腳嘅，按到兩腳。你想可能會係乜嘅動物啊？乜嘅動物可能係冇腳嘅動物。冇腳嘅動物，可能係背嘅動物，係咪？所以第二隻故事嘅主角哈係rap坡，係叫為背嘛。從rap坡嘅視角眼光來看人類，嗰種當奇怪嘅動物，冇翅膀，佢行動全靠兩隻腳，所以佢是很老，我是吞啦，老鷹可能會向人類按到兩腳，那第三種是可能好吞的，老馬莎好當強人呢。
黑鹅，嘿，哎，你人类其实到黑鹅肉轻巧，是哪位摸强呢？妹，黑鹅肉妹，嘿，哎，你人类摸，所以应该是谈黑鹅可能会把人类叫做无尾猴，摸妹的黑鹅。好，那提示总是好。提示总是好难谈哦，哈，乜嘅东西为了向人类按到板板呢？一板呢？哈，其实係毛蟹。哦，毛蟹。兩隻毛蟹，兩條毛蟹哈，係到墾丁，它叫陸蟹。有冇人講陸蟹呢？大部分呢毛蟹，你講海里的螃蟹嘛，哈。可是兩條螃蟹，佢係生活在陸地上的。所以你很叫陸蟹，那為什麼陸蟹講人類按到板板呢？啊，算起來，螃蟹就8隻腳嘛，啊，我們人類4隻啊，它的一半，所以按到，我想基本係你人類按到板板呢。所以你4隻故事全部係從動物來視角來看人類。啊，有乜因為選兩4種動物？係啊，因為動物動到嘅線上仲容易同啦，按應該4種哈。第一種是大翅鯨嘛，大翅鯨其實佢從基本對你從宜蘭、花蓮、台東，我們這個花東海岸，基本來係到更北那個鄂霍次克海，基本都該往南游來，本來它會經過宜蘭花蓮的外海，一直到南部蘭嶼附近。可是曾經發生到前5號的事情，前嚴重的事情是大翅鯨的數量越來越少。我們記得可能是從北極圈附近的鄂霍次克海來到小琉球了附近，其實冇下來咧，其實會倒轉移，佢唔會下來。到底發生乜嘅事情咯？係乜嘅事情咯？先生，當到大翅鯨被人類殺掉了。所以該用是緊緊就按用來共衝，你該走大翅鯨，然後把它當做食物，係嗎？為食佢嘅肉嘛，韓國鯨油是嗎？鯨魚的油也有用途啊，所以開下緊緊吧，又共創又基地把它射殺大翅鯨，所以記得誒數量越來越少，所以可以變成是被保護的動物。所以對愛細時間唔是談過講，哦，原來你台灣外海東部外海很多鯨魚，有鯨魚我們到兩岸多年來漸漸我們重視生態的保護，好花蓮或是台東該的港口又都為那個觀光漁業，圖你出去看海豚、看鯨魚，所以開始開始研究，哦，原來他們曾經跟我們這麼近距離，所以開始兩邊開始會選幾組故事來主角。韓國第2集係呢個rappo其實我兩下啲上下已經動手就得看到rappo咧，更別說是都市的地方。咁個先生就講到跳擺其實啲基隆講改片就當到改rappo兩下啦，愛細時間愛係新竹北部舞台嘅，該愛細時其實從來未看到rappo，愛烏卡種田嘛，嘛會養雞呀、養鴨，真的是老鷹抓小雞，我冇看過啦。可是喺就rappo的上面飛來飛去的時候，我的阿公阿婆就會提醒我們說，要看好那個雞，就rappo出來咧。但是我也遠遠的看過一些rappo，所以在愛細時間rappo其實是不少的。可是呢，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慢慢的就不見了。然後為什麼會想到，其實rappo 哈是一個總稱，它其實還有很多分支下來。比方說我兩隻故事主角叫做黑鳶，黑色的黑，那個鳶是那個鴛鴦的鴛嗎？不是鴛鴦的鴛，一個鴿。然後下面一隻鳥，黑鳶，它佢出現的最多的比如說係基隆港哈，其實黑鳶到人類很接近。好，我們吃魚、殺魚的時候，會把那個魚的內臟丟掉嘛，那黑鳶就會來抓那個內臟，直接丟到海邊，它們就有天然的食物。它可能就會來抓。所以其實，在基隆港那一帶有一陣子有非常非常多的黑鳶。那基隆有鳥會。
啊，他们这些鸟会的大哥大姐们非常关心这些。野生的鸟类，那黑鸢也是他们关注的一个对象。那后来因为他们的也不只是基隆鸟会啦，我觉得很多关心这些野生动物的，其实都有默默的在推广。对，所以黑鸢的数目又渐渐的增加回来。那前1年还是2年吧，我们有一部电影叫做《老鹰想飞》，对，然后现在也有一些品牌写它是老鹰红豆，那是什么意思呢？对，就是说我们在种红豆的时候，有时候会撒一些农药，那可能鸟会来吃，那可能有些老鹰直接吃到了，或者是小鸟吃了这个农药，然后老鹰又来吃这个小鸟，所以这些鸟就没命，就死掉了。所以鼓励我们种农豆的农夫们不要用这些药。那当然不用这些药，那红豆就要怎么生存？对，就好辛苦，种芽都有东西，什么好辛苦。所以你花比较多的钱来买这些红豆，等于支持这些农民，让生态继续下去。其实唐先生用讲，真的很多小故事都在那分享诶，嘿，韩国。线上挑战公改《老鹰想飞》里面的作家跟那个拍片的人叫做老鹰先生，跟许多线上黑种人的一种缝隙改老鹰小姐用文字的方式来呈现。其实就哈哈都老线台就相关嘅内容，就对老大家分享，大家先聊一下，等下10個鐘內。非常欢迎你个亲属你欣赏大家嘅最新嘅作品毛去，其实看了数片地北都碰面，其实还有动态嘅重点是系生态童话这个重点，对不对？还有你日记尾欣赏到底让你分享，我爱是都非常嘅重要嘅日记尾，就是有一个小段落，对不对？说梅奇不是精英，连海洋生物都不是，他们一代比一代聪明，开始自以为比神明还要厉害。这一篇其实是截取自信上改作品地北都改对一段话，地北都的一段话。原本因为欧英讲呢，可是是在写了这故事时节啦，会反思，会想说，你人类真紧当强哈，当聪明哈，你看，你会发明。酸呢，不会游泳的人，每走在臭酸呢都海上哈。你会发明刀子，刀子可以刺杀金鱼，甚至于你知道吗？我们在抓金鱼的时间哈，有用那个很大的那种类似那种火炮的东西，因为鱼很大嘛，所以你要让它能够被你抓回来，那你真的要发明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你起头你勤奋哦，勤强哦，可是你其实影响到非常多的同文，好对那个塑胶来讲，那在故事地本读啊，有一片小金的故事，梅奇，爱起头信上容改缝隙都很容易冲盛起，还有他们其实都是有故事性的，对，像是有目标性的去完成任务。强信上让你分享小金他要达成的任务是什么？也可是哈，其实哈，大世金又家族性好，佢家族系台时间哈，走得到20-30条甚至50条的大金鱼，一个家族都没有问题。可是佢俩见都已经少嘞，所以故事地本独爱家族只有5条，就是阿公、阿婆、爸爸妈妈和一条小阿金。好，那这条他们5条本来很快乐的生活的，可是入营业阿金的妈妈突然说，我吃不下。其实大赤金怎么吃东西呢？它是嘴巴张大，然后海水会进来，各种吸进来。对，然后它吃的是浮游生物啊，那些小小的东西，好，所以它就吸进去之后，它有筋须，然后会过滤海水，然后那些食物就留下来这样。可是它张大嘴巴吃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会进来，直接进来。就有一天不晓得为什么，阿金的妈妈讲，我心落嘞，没有胃口，嘿嘿。可是时间挺长，跟妈妈跟来跟食，佢没有兽医啊，金都要起来为亲，好，所以听说大赤金的传说讲，
有一个地方按到七星潭啊，如果大赤金能够在七星潭吃了7颗星星，他就可以向大海神许愿，任何一个愿望，大海神就会让他完成。那阿金是觉得，妈妈生病了，身体越来越不好，其实想，如果我跟大海神许愿，让我妈妈恢复健康，他应该会同意吧？如果我吃了7颗星星的话，所以是阿公阿婆土人小阿金要到七星潭去吃星星。七星潭不是一个潭，它是一个海湾。对哪位？对花莲旁边一个很漂亮的七星潭。好，所以阿金小子就来七星潭，要吃星星了。可是，佢阿公阿婆是到去讲，你一定来当神你有一种动物，按到猫去，真厉害。你拄到佢，你是猫命，一定会生走长草。阿金是去到当奇怪，用就安定影讲的动物们，哈。给阿公本去看去读诗篇，就很长很长的一个伤痕。佢讲喺后生的时节，吃拄到毛去，本去嘅唔知乜嘅东西会发光，哈啊割下来，我是会流血，哈我晒晒之后咧，长慢慢好转来。你係拄到毛去，你一定要逃命是操。在故事里边读嘅毛去，其实是系人类。啊，宝妹，阿金又真正吃到7颗星星吗？该就后辈长让你讲。书底背都是有写嘞，不过我其实看两本书嘅时间，我最后真的会有一点泛泪的感觉，因为底背读阿金其实冇嘛该相信。人类，因为通记甲阿公阿婆讲了解故事，不过其实咪对冇嘛个了解，所以佢很系上会相信。其实那种挣扎的感觉，其实我非常能够体会。该故事底边读诶，阿金小子哈，冇相信冇去做唔得咧。杨半英哦，因为叫阿公阿婆，不伊只当奇怪，看唔到诶东西掺到。哦，杨半英挣扎，杨半英抽是抽唔走，那个东西渔网。嘿，我们人类要去捕鱼的渔网，那佢救阿金冇办法去救佢，所以佢將希望放到毛起身上。如果毛起做得佢按厲害、按聰明，佢做得來救我阿公阿婆哦。其實本來想嚟撈大海神許願講，我媽媽係身體復原，可是佢哋嚇我做得改願望麼？我講先來救我阿公阿婆，可是佢阿婆當厲害，你。做唔得，你夾轉移親家媽媽，我自家想辦法。所以阿金小子冇可能不用跟阿公阿婆唔講啦，佢想辦法，佢是去親毛去。可是佢運氣也蠻好啊，毛去就電影講嘅毛去，每日做得做朋友嘅毛去。善良嘅毛去。所以寶妹，我偷偷的講，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4篇，就只解析這一篇就對了。偷偷的講，寶妹。確實跟媽媽哈，阿公阿婆也本善良嘅每一起救到咧。阿寶妹佢又食到7顆星星，轉來又救跟媽媽，跟媽媽哈用半年呢，食到東西聽到落去哈，其實咬出來，咬出來嘛個當奇怪嘅東西，看到哈重新水母啊，都喺水咧，然後飄來飄去。跟爸爸講，你用阿公阿婆講，你用是暗豆水母咯，講取到唔係水母誒，佢一條透明嘅哦，一條啪啪，一條風風，乜嘅東西嚟咯？有機體啊，塑膠袋，寫到家啲背度解是係我們的生態，其實人類對海洋。真緊上海動態，因為頭先講嘅大赤金食東西轉白起來，是說乜嘅當到塑膠袋是落去咧，啊金魚就洗隻胃，胃係，佢係放在第一個胃來講，佢做得10個咬出來，啊佢係講放在後面去了的話，是冇叫嚟，那塑膠袋根本是效法唔聽嘛，所以阿金跟媽媽是為地不讀，見到嘅塑膠袋，難怪佢食唔落啊。
宝妹给摇出来之后，跟阿金是问伊讲：妈妈，你吃得下了吗？你吃得了哎？跟妈妈讲：哦，贵在太平洋哎，就吃得了。好，故事对阿金跟妈妈来讲係真好嘅收尾，可是對阿金來講，佢覺得很奇怪哦。叫我問家阿公講：你拄到嘅美琪啊，到底係壞嘅，當唔好嘅動物，乃係真好嘅動物？很奇怪。係，其實伫咧樹地陪度愛上愛看到現象上嘅表達，嘅是係本人去思考。你自家對咧生態環境到底係好，還係唔好？你係殺手還是朋友？係冇錯，其實是係安樣嘅。韓國其實線上啲咧片。美如講到40位，所以禮拜咪特別做嚟當到個講課，啲兩本書啲背都通講喺去圖書館。係，你下可是愛先你40同學做主角嘅時節啦，我一家一天來對兩條同學要當碩士嘛，所以我知道真好嘅一點是係你其實台灣真多專家學者來關心兩條動物，對佢哋真有研究，所以我是要去大學嘅圖書館，佢哋嘅論文日本當然真日本看，其實介紹古時冇強容，真硬，真堅。你喺度做筆記可是可能你寫了隻古時時間會用到嘅知識全部係先要記錄下，消化起來才可以轉化成這本書。大家做得來看嘅。係，唔過唐公先生寫到後背，還有看到當到冇強容嘅新聞嘅議題，然後也讓你非常的感動。對不對？他是就講到老鷹嘛，哈，寶妹是就去看老鷹想飛了這片子嘛，寶妹就原因呢，愛看新聞時節，就看到，哎呦，就賞金船發現，在七星台灣海來了2隻大赤鯨，一隻媽媽，一隻小孩，哦，我真的感動到全身起雞皮疙瘩，我覺得我的阿金來了，真緊會讓用感又出現了，我覺得，你一定要把握這些機會。他們既然能夠在我們這邊出現，我們真的要好好的對。所以寫了一本書後背，發現到安神奇、安個很感動嘅事情，其實還有很下感動、很下神奇嘅內容，做得到大家分享，大家先聊一下，等下10個鐘內。數語線上就係了解兩本新書，冇去未分享到生態嘅議題，啲背讀線上挑戰，咪如講到你特別去推大嘅圖書館去做當到嘅資料，韓國日片講到你嘅校兒，其實校兒有階級的制度，對不對？是，好，啲背讀就按到猴王，真神奇嘅一點是講，只有猴王它的尾巴做得高高舉起來，如果你旁邊的小猴子不知道力嚴重也把立起來的話，尾巴舉起來，猴王就扒下去。是，那當然咯，你係有兩種嘅權利，你是要盡義務嘛，沒錯。所以猴王佢是負責警戒，佢一群猴兒有乜嘅危險嘅事情咯，韓國圖大家係清食物線，韓國家庭講，安不了轉移水木。係的奶為水，所以也係猴王嘅權利和他的義務。那他有很多個老婆，有點宮鬥哦，宮廷劇哦，因為很多個老婆就排序哦，大老婆、二老婆、小老婆這樣。那這些排序怎麼辦呢？哈，佢排序是慎是判，慎選，先選哪一個位置可以睡這樣子。可是你想，那個猴王安好哦，安威風哈，可是也不全然是這樣哦，因為依照到事情啊，還係而遇到佢大老婆、二老婆、三老婆討論，所以佢兩擺下間無尾猴兩個故事哈是當神奇嘅事，佢就挨到佢講按到大老婆我係用小猴子來視角來講故事嘛，所以是就大媽媽、二媽媽、三媽媽，然後還有一個新進來的五姨，最得人愛的，對，好，那三個媽媽，大媽媽、二媽媽都有他們自己的小孩。
那如果这个妈妈的位阶比较高，那小孩就会跟着位阶就会比较高，所以他们其实都是有这样的关系的。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啊，就是有一天那个3只小猴在玩的时候被逃学，他们真的会，会上课啊，他真的会有些猴子会来，当然不是像我们这样坐在一起有黑白，对，但是故事里面是这样，可是实际上面来说，他们大的猴子会教小的猴子一些事情，好像母猴子啊，我们刚才说的都是公的猴王嘛，那母猴子呢，他们比较大以后会帮忙这些大妈妈、二妈妈、三妈妈来带这些小猴子啊，所以那公猴子呢？会教一些公猴子要学习的事情，所以故事一开始是3只小公猴，他逃学，他觉得那个叔叔上课不好听，很无聊，念经，对。然后后来他们因为某个原因要去山脚那个通天梯那里。干嘛？那有老人家，真正的人类，他们称为无尾猴。那边有无尾猴在发香蕉。香蕉，什么东西是香蕉？他们是野生猴子，所以他们没有看过人类种的那种大香蕉。那他们怎么知道要去偷呢？因为其中有一只小母猴，他听他们邻居另外一群猴子，他们都不去找食物了，他们都到通天梯去领香蕉。那香蕉有什么作用呢？香蕉就是如果有人不通的话，就可以让你通顺一些，顺畅啊。因为最近他们的猴王有这个问题，所以呢，他们为了巩固自己妈妈的地位，他们觉得我去拿香蕉回来给猴王吃。啊，猴王一高兴，我妈妈的地位就可以提升，稳固这样子。对，所以他们去冒险。可是无尾猴对他们来说，不知道是朋友还是杀手，因为无尾猴会发明一种发出很大的声音，然后山猪就倒下去的东西，那是什么？枪。对，所以对猴子们来说，无尾猴不知道是朋友还是杀手，所以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冒险。这个故事就是在讲大家去冒险。去买书，去看看伫背读到底发生嘛个事情。讲爱看那本书个细节，从因有挖掘到老师想要给的一些资讯。其实猴王他们的制度是父系的制度，但其实有一些依照老师的研究，有看到女性意识，对，也有加入在这个题材里面。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刚才不是提到有3只小猴子，然后有一个小母猴发现香蕉的好处啊，就变成4只小猴子一起去冒险。那原来应该是3只小猴子想要成为猴王嘛，可是其中有1只，他不想当猴王，因为猴王不是要警戒大家的安全吗？都要爬到好高的树上面去警戒，他有惧高症，我不要当猴王。那其中有1只小母猴，就是发现香蕉好处的那种小母猴，他觉得为什么母猴就不能当猴王？我也要去上当猴王的课。所以他们后来跟他们的王讨论的时候，王有考虑让这只小母猴一起来上课，这样子。那你会不会说，素怡老师，你胡说八道？怎么会有真的有吗？母猴子当？对，特生到丽蓉讲爱去图书馆做功课嘛，读书嘛。其实第本读有一篇论文哦，讲去发现，在垦丁曾经发现有一群猴子，它的猴王是母猴。所以哇，我看到这个资料，我觉得好棒哦，所以我就一定要让我的小母猴也有机会，可能可以篡位变成女性的猴王啊。那其实我并没有这么明显的写出来啦，那我只是在鼓励大家说，不管是小男生还是小女生，你来看人家古时的时间，谁黑我走在走国王啊，小母猴它也有机会，那但最后面并没有。那个王有跟他们的小猴子说，你如果真的怕巨高，你不想当王，不勉强，你去发展你的另外的专长。那你想要当王的小母猴，好，我也不知道你以后能不能当王，因为当王是有猴王争霸战，他们是要打仗的，所以他会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但是你也可以一起来上课。
本去记忆去学习，其实咪系分享给小朋友说，多元的学习跟没有限制的去学习，跟两性平权的观念，不要被性别局限住。冇错，韩国第八读美就特别提到关于喂养这件事情，人类不断的去给予供教，其实是冇体该种该能力的。其实头先讲就另外一群猴子嘛哈，是不去找食物了，每天就是你喂食猴子来，老阿公来嘞，其实会去领香蕉，所以到时间到嘞，其实会去，俺系就因为老阿公摸来嘞，两群黑猴子丧失寻找食物的能力了，所以其实用扮演系对佢好好，我哋嘅故事第八度并没有给答案。你自己去思考，去想一想，到底怎样比较好？其实是信上公开，没有给答案。汉狗第八读有给很多正反面的思考，像是也有特别把荀子跟孟子的概念也加入到这本书里面。对，这要讲到两角的故事啊。它里面第八读有两张最重要的主角，一张按到孟子阿孟做梦的梦，你可能都系做梦的梦。哈，还有一张按到荀子，其实又一个比较啊。阿孟哈，其实系按孟子人性本善啊，佢相信虽然给老婆黑渊是一夫一妻制，对，给老婆被两脚发明的陷阱伤害死掉了，可是又小两脚救过他的命，所以阿孟一直在想人性，人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那荀仔他的宝贝蛋，他生的蛋被人类被那个花皮两脚偷走了，摔到地上破掉了，所以他认为人性本恶是荀子，所以其实两家故事里面，我有藏着一些小巧思的地本都，对，我希望是4、5年级的小朋友给款的时间可能没有发现，可是等到高中的同学来看的时候，这个跟我们念的四书五经有点相关。我们取得一个好的作品哈，不同年龄的人来看，他会有不同的体会，也很轻松啦。没错，韩国两片两局地本都其实逐幕而去推导那个实相，其实推导实相性上面就附有一张我觉得很矛盾的一个情节在里面。黑鹰的传说第二都是渊山善党就很多矗立着石像，如果那个石像倒了的话，就是那种族群就会消失。其中有一种大鱼，它的石像就倒了。它指的就是前面那个第一篇的大吃惊。那黑渊其实熊盘翻，佢把两脚的石像推倒，那两脚是会减少。那么黑渊的命运就会改变嘛。可是黑渊只有翅膀和脚爪，用个山，用半音来推倒两脚的石像呢？先不管，我先到达去，再想办法。所以两群黑渊来到山顶，仅仅看到一个很高的两脚石像，他们在伤脑筋说，我明天要怎样把这个石像推倒的时候，那天晚上他们都有点睡不着，要想办法。听一躺到洞台上，背出来看，石像倒了，自己倒了，不是自己倒了。是谁弄倒的？两脚自己把自己代表的石像弄倒了。两脚动器官，他的巢一盏一盏的石头。为了要建他的巢，他用2个会吃山的怪兽，把那个石像推倒了。他的巢就是我们的楼房，吃山的怪兽就是挖土机，就是两脚用挖土机把他自己的石像推倒了。黑渊觉得是两脚帮我们完成任务的，但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不知道，把石像推倒了，他自己会灭亡吗？两脚是聪明到极点，还是笨到极点？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其实他在讲人类，你会自取灭亡，还是你要让所有地球上的动物永续生存？动植物啦。
其实是让我们去反思。还有，我觉得线上俺就堂哥线上广告，该是儿童文学。无论安用办，其实就是要有希望在里面。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我想这个故事里面最大的希望就是读者。希望看到了，希望看到这个故事的读者，我们来反思，我们是朋友还是杀手？我们要怎样永续的让我们地球上面的生物一直生活下去？所以最美认为听到的分享嘞，不过老师刚刚讲最重要的就是读者，所以线上根本要送书本大家嘞。我们的题目就是伫你个粉丝专业打下留言回答说怎样才是对我们生态环境很好的？是老师可以偷偷举例一个，怎样可以让我们的生态环境变好？像我们说老鹰红豆里面啊，我们种红豆的时候，有机红豆，对，有机红豆啊，然后其实拌拌仔里面也有啊，那个鹿蟹在过马路的时候被车子压扁，产生路杀的现象。那我们怎样避免？我们去观光的时候要怎么样小心呢？对，所以动到老师读款研究相关嘅，做得去保护基调嘅。伫台下留言是到底得到了本书了，今日非常感谢线上分享安岛安县自家生态故事，希望线上食到来，希望线上，每希望各位观众朋友嘅收看等连天呢，你嘅认同线上向下来做认同了。